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中原工商鋪嘅咪，有多想做生意嘅朋友，特別係做高端服務嘅，最頭痛嘅地方就係想揾一個既方便，但係又唔想太過於街坊、太過於複雜嘅地方，最好有翻少少嘅私隱，可以俾到客戶一種尊貴嘅感覺。今日我就有一個好介紹。呢一個物業喺旺角港鐵站行過去都只係半分鐘嘅步程。物業坐落喺旺角彌敦道707至到713號銀高國際嘅地庫。物業最大嘅優勢係佢設有一個專屬嘅獨立入口。喺彌敦道嘅核心段同類型嘅單位極之少有。物業面積3568平方尺，間隔非常之方正實用，可以自由分間。最適合開設一啲高端嘅醫療同埋醫美服務嘅機構。物業嘅位置仲喺呢一個恒生銀行、匯豐銀行同埋花旗銀行九龍總行嘅附近，地段尊貴，而且交通配套完善，鄰近仲有多個大型購物商場，有年輕人最愛嘅旺角中心同 TOP Chop 商場。如果你哋都有興趣了解更多嘅，就快啲聯絡我哋中原工商鋪嘅專業團隊啦。